继续来看陈同佳来台湾投案的争议，真侪人质疑这是中国甲香港政府要助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脱离到反送中的一出戏，所以就有网友把这规个事件讲是林郑脱逃，林郑月娥咧脱逃。蔡政府处理陈同佳事件政策来长远，国民党爱蔡政府莫阁硬拗落，相关部会首长应该落台负责，蔡总统嘛应该向全民来道歉。要求陆委会主委、内政部长等相关首长下台负责，行政院长及蔡总统必须向全民道歉。国民党扣掉陈同佳案件这支枪，目标就对准执政党一直拍。蔡政府自我阉割主权，矮化国格，放弃司法管辖权，更引起各界的挞伐。难怪我们周习伟副总干事他昨天在直播，他就称蔡英文女士不是辣台妹是卖台妹。总统府国安幕僚点名讲，国民党甲北京甲香港政府咧搬林郑脱逃的戏来操作选战，但过进前坚持港人港审，后来又讲要去香港押解嫌犯，前后态度无共款。国民党当然会抓这点。玩弄司法、践踏法律、侵害人权、霸凌主权，折损政府公信力。国民党团进一步点名内政部长徐国勇接见有政协委员身份的管浩明，敢讲无接触中共代理人的嫌疑。两人到底讲什么代志，应该讲清楚。陈同佳来台湾，政府到底会安怎做？外界拢真关心。